淋病俗稱白濁，係由淋病雙球菌引起嘅感染。部分細菌有抗藥性，所以醫治上會比較困難。淋病嘅感染途徑包括透過肛交、陰道交或者口交，交換未經清潔嘅性玩具，以及分娩時感染 BB。淋病潛伏期大約係2個禮拜內會出現病徵，大部分係2至5日期間會出現。病徵包括小便頻密、刺痛、尿道口或陰道流出黃綠色或者奶白色嘅分泌物，性交時可能會感到疼痛。如果肛門受到感染，排便嘅時候可能會出現痕癢或者排出分泌物。而如果咽喉受到感染，會有喉嚨痛嘅症狀。併發症包括引起生殖同泌尿系統嚴重感染，例如睾丸及前列腺、前庭大腺炎、輸卵管炎、盆腔炎，甚至宮外孕或者不孕。如果懷孕嘅媽媽感染淋病，分娩時會將淋病細菌傳染俾 BB 嘅眼睛，導致 BB 失明，甚至擴散性淋病可以對關節或者其他身體部分造成傷害。檢查方法包括尿液測試、抽取分泌物樣本，例如肛門、陰道口、子宮頸口、尿道口或者喉嚨。治療方法係需要服用或者注射抗生素，可以根治淋病感染。